红天顶头，心中的梦无关。凡间多义，唔通过茫茫青一场空。烦恼心肠心难打开，就着出变幻。天空一片乌灰就转，创着新希望。只来生命一切注定，奇怪无声声。为着名声失落心肝，是需要知影。世间看破暗，甲生命也袂想看破。逍遥自在有情看，人生风光华。一条金山观遍世间，心道流浪者。主龙共相振作打拼，勇敢向前行。风风正下菩萨运，找着淡水泉。好花众生为变卦，心共万千家。后天青天晓天，淡爱望无关。凡间多义，唔通过茫茫青一场空。烦恼平放心，通打开，受着出变幻。天公力跌后，为流转，当作真意啦。对我心里千万想吼，从古语就是讲，你互咱会当成功直接，当然咧修行最后嘛就是爱心讲了完，因为经讲了完，咱才会当回转咱的故家中啊吼，咱转咱的话，之前咱这个咱语了有班的，拄啊就过年领的就带咱迄个听哦，迄个习产主吼来咱迄个怎样？讲伊的迄个过程啊，所以人伊讲来讲，伊今仔已经醒起来啊，所以呢，伊甲遐日讲来讲，伊甲遐日要求讲哦，反正啊台湾啊有班啊，只要伊了完的机会，伊绝对拢袂放弃就对了吼。所以呢，咱嘛是爱把握的，不争有班，不争有证书，只要咱了完的时阵，咱一定来把握。伊有这时阵，咱就咱有了完的机会。
所以呢，若无呢是靠咱家己去创造啊，咱家己要去度化众生，这是咱家己去创造的因缘。咱若袂晓去创造这因缘，咩啦？以后就是不增不班，咱来尽量参与，袂当讲听着咱听人有主笔的话，咱先爱尽量配合，这嘛是咱了缘的机会啦那么何况是实在讲非常的适合，而且常常处处讲了呢非常的不足，是咧不足中间呢，希望咱想要遮多是咱自身的会当多多包容，而且呢，祝咱大家会当身体健康，幸福如意，谢谢大家。讲师慈悲，前道一起功，出道一起功，三个。